人讲花世界无奇不有，大家人的身份证的字号应该是独一无二，拢无共款。因过台南一位陈先生进前去邮局直接公文的时，直接公司的时呢，提供邮局人员的身份证的字号，一个调查发现讲，这个资料是婚姻一个姓王的先生的，而且伊早伫民国80年都已经过身啊。后来才发现讲，两个人身份证的字号真正是拢共款。户政当日表示讲，早期身份证字号拢是用人抄的，应该是婚姻的王先生伫59当前搬厝的时，户政当日伫抄的时抄了唔对去，已经写公文和婚姻县政府。摕身份证，伊是住伫台南市北门区的陈先生，进前去邮局处理公事，想到发生会感觉真意外代志。后尾你的身份证抄我的身份证字拢共款的，头拍死我也无要信。明明提供身份证号码，查到的却是别人，到底是倒一个所在走转去？迄个年代，伊123档写落写唔对。68岁陈先生10号去北门邮局办定存囡仔更新，提供身份证号码，查到的却是一个婚龄的王先生，而且这个王先生伫咧民国80年都已经做身啊。身份证同号都偶尔会发现，偶尔会有，因为之前没连线，所以不知道他有同号，现在连线都是知道有同号。原来早期的身份证都是用手来抄写的。死亡的王先生1965年为台南生活搬到云林，是当年的云林户政人员抄唔对的，时间嘛过要59年。后续我们会发文云林县去帮他做同号的更正，而且会这样函请相关金融单位去做注记，来保障陈先生的权益。台南北门户政事务所讲，因为云林王先生伫咧户政电脑化进前早就已经死亡，系统才对袂出来。即摆台南的陈先生的字号慢慢颠配，要毋过两人的身份证号码同款要一架子，嘛是真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